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夢回養髮家琪姐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下咧，我哋嘅白頭髮咧，其實唔係一夜之間就生得出嚟嘅。頭皮深層嘅黑色素細胞咧，會因為各種因素，慢慢就會失去咗個活力。酪氨酸酶咧個活性係會下降，毛髮色素咧逐漸會減少，最後先至咧會變成肉眼見到嘅白頭髮。呢個過程咧係一個好緩慢、逐步形成嘅，所以想由根源改善白髮，令頭髮咧恢復健康嘅狀態，同樣係需要一個修復頭髮嘅再生嘅周期。透過科學嘅護理，逐步改善咧頭皮嘅環境，疏通毛囊，補充營養，重新嗌醒黑色素細胞，令毛囊咧恢復正常嘅色素分泌功能。咁黑頭髮咧先可以一啖啱重新生出嚟嘅。點讚關注，等我帶你了解更加多嘅養髮知識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